台南有一间小来游泳池，初二暗呢，这天崩的青梗架强强落落来，造成一个5岁查某囡仔正边骹腿刮到，空喙是强要见骨，随送病院天。业者表示讲，将可能是这游泳池水气较重，造成这天崩的架啊，规个生鲜后期已经停止营业，要来全面检查咯。另外，市政府也准备要进行联合稽查，看环境设备敢是有符合规定。 正边骹腿受伤的5岁查某囡仔，经过救护人员简单的包扎，倒伫咧软桥顶悬，赶紧要送病院检查治疗。这个意外是发生伫台南一间室内游泳池，5岁查某囡仔初二暗时去上游泳课，大家拢想袂到，哪会来游泳池学游水，结果煞去互天崩落落来轻更架挂一个只力。 不会去注意上面，因为下去就会游泳了，还没有人会注意那边。经查疑为游泳池天花板轻钢架掉落，致该孩童受伤。现场已由119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。警方协助通知孩童家属，令家属暂未提出刑事告诉。 受伤的查某囡仔空喙深搁大蛇，超过10公分，强要见骨。伊的阿母讲，伊接到电话时惊一个心肝头皮破彩。虽然囡仔空喙填好势了后，人已经出院，不过个家长也质疑游泳池的设施敢有伫维护。业者拄了会室的以外嘛表示，拢有定期咧检查，可能是这阵啊水的加热湿气相当，才会造成轻更架生鲜后气落落来。直接停业，然后做全面的检修，对，然后后续也会继续追踪小朋友的复原状况。 跟你们讨论后续的事宜。刚检查完的水准是这样，然后而且他在昨天在脸书上就写说，今天晚上就要开放营业了，说是都没有什么机关在管理他们，他们可以说不需要经过公部门的检查或稽查，就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，可不可以营业这样。 家长讲，伊的查某囝伫遮上课已经1年多，伊敢若希望业者会当甲游泳池的设施安全做好势，莫阁有意外发生。现在游泳池已经暂时停业，市府相关单位要启动联合稽查，确认环境设备拢有符合标准，才会可以恢复营业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如、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。